来看卫生福利部部长许瑞元早起亲身主持病院评鉴的结果记者会哦，包括台北主治，阁有双和病院、新地的台大分院，拢会当伫3月7日先加做医学中心。对民众来讲哦，去这病院的部分负担，门诊得爱加付180块，急诊是爱加付350块。因为疫情前兆，让了7年才重新启动的医学中心评鉴，伫今年的竞争正激烈。台北区总共有11间病院申请，卫生部伫初日开记者会，公布医学中心评鉴结果，决定台北区加北区新增加3间病院，升格成做医学中心，拍破原有的台北区8间医学中心的上限。你可以把它想成说，几乎就是同登同分了，所以无法这没有办法做区别，所以我们增额的评定。卫生部讲，医学中心评鉴的目的是为了要提升医学中心的服务品质。今年台北区符合评鉴标准的病院，除了原本的台大、北营、三总、马街、新光、国泰、万丰甲阿东病院，另外新增加台北自治甲双和病院。在北区的部分，本来只敢若长庚病院，依照人口成长医疗需求，今年新增加新竹台大分院，估计新增加3间医学中心了，受到影响的门诊人数差不多1万人。它是由原来的区医院240元调高到420元，然后急诊是从400元调到750元。有半数集中在双北，请问区域正义何在？即便对健保冲击不大。但是对于分级医疗的冲击，对于民众就医负担的冲击，以及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影响，请问都有纳入考量吗？卫生部强调，台北区新增加2间医学中心，健保医疗费用估计支出差不多是1亿6000万点，占这个分区总点数的0.09%，对健保的财务影响真大。因啊，中南东区的医学中心评鉴也伫今年完成。并且宣布启动医学中心评鉴改革，要让医学中心更加瓦全，才让急重症病人发挥医学中心的功能。因那新制度按算伫3月7日正式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